停轉動的香港。一個擁有750萬人口嘅城市，同一時間聽到呼吸聲、急急腳步嘅喐動聲、碰撞聲，每個角落都總會隨時發出聲響。汽車響號，行人高叫，電車叮叮到站。當你身處於離開屋企很遠嘅地方，一個遠離你感到舒適嘅環境，你會覺得聲浪比平常大，有時好似夢境一樣。你嘅身體自自然然地同其他人嘅步伐一致，身處公共交通工具，身處人群中，觀看天空。不過腦海中，你會覺得身處他方，思緒波動到一個寧靜、熟悉的地方。混亂會令到這個世界變色。當身邊嘅一切好似好急促時，眼前所見容易變得模糊。你會開始忘記某些細節，街道開始變成一樣，自己忘記回家嘅路向。種種嘅脫節會隨着時間過去同變更，比如水點滴落霓虹燈上，渡輪駛過平靜的維港水面，或老婆婆的笑臉。這片刻嘅時間會提醒你去仔細睇，你會開始發覺吵鬧中嘅美態，急速中嘅美麗。香港不停的轉動，絕對不會減慢速度。你會學識到跟着香港嘅步伐一齊走。